塊面先，咁先覺得冇咁鬼熱。Hi，咁我講英文啦。Nice to meet you。咁你哋點樣回答我啊？歡迎13，你哋好。風月話你哋好。希望今日可以收多2個墨鏡啦，就咁少個要求。然之後俾心妥妥我都唔需要啦，我就今日直播算係比較圓滿吧，因為我太耐冇直播啦。然之後 no 冇有人支持我，知道嗎？多謝半墨，多謝你嘅溫注，仲有呢個半墨，你哋好啊，歡迎大家，歡迎哪個他，你哋好。OK， 小龍規則，你哋好。唔似吧？歡迎木木木，你哋好，歡迎大家。歡迎風華。咁就係因為你哋支持我嘛，我就會講得比較好聽咯，又大膽。Hello， 你哋好。多謝你哋嘅支持啊！大家都可以，我哋13個人都可以關注下我。Hello， 歡迎香港 man， 香港男，你哋好。Hello KC， 你好。其實你哋講下嘢啦，因為你實在太安靜啦，12個人都唔出聲。歡迎初心，你哋好。多謝 WF 嘅關注，多謝 WF 嘅關注，非常之開心啊！多一個人關注我比較開心啊！問你啊，你問我咩啊？你好啊，元宋。歡迎龍生，我係廣東嘅。你送墨嘅話俾你哋知咯。我話畀你知，今日親一個熱氣球，我即刻就要錄播。歡迎藍番茄，歡迎大家。OK， hi， 歡迎風婷，你哋好。Yes，KC， 啱晒啦，冇錯。歡迎步女十公 ，OK， 歡迎嘉賓，你哋好，多謝你哋嘅點讚。係啊，而家我覺得好有啲怪怪地，唔知係咪嗰啲燈光問題？我覺得吧，有啲奇怪。係啊，我住晒啊嘛，因為所以你知道啦吧？因為咧我住晒啊嘛，所以你哋一定要知道啊！卡哇伊，多謝，歡迎你哋，歡迎廣東仔，歡迎我哋嘅龍生，你哋好。Hello， 識飛嘅豬，你哋好啊！唔係逃避你啊，因為我覺得冇咩講啊。Hello， 歡迎嗰隻你哋啲高級嗰啲朋友，點解我成日都見唔出你哋嘅名嘅？多謝我，你係第一個送畀禮物我嘅人。小心心。因為Hello， 歡迎你哋，歡迎淺靜，你哋好。Hi，朝朝暮暮，你哋好，歡迎14個人，你哋14個人都唔出聲嘅，係因為我手機太卡啦。Angelababy， 歡迎我隻。唔係唔理你哋，你哋要講嘢先得㗎。
11個 OK， 希望今日可以有個熱氣球。多謝你哋，歡迎 AN， 情以待你哋好，歡迎大家，歡迎蘇榮你哋好。Hello Joemin， 安雨琪你哋好，歡迎大家。咁樣嘅話，我準備落播啦，因為大家都喺我呢度都唔出聲嘅。Joemin 你哋好，仲有隻華清你哋好，歡迎用戶168，歡迎小寶你哋好，多謝你哋嘅關注。清茶你哋好，歡迎大家。多謝，係啊！如果有人想點歌嘅一個墨鏡，立即唱首歌畀你哋聽咯。冇吧？你哋講嗰啲話都係多謝以從字嘅鍾意哦。歡迎用戶3088，你哋好。大家想聽歌嘅打一字啦，將你哋想聽嘅歌名打喺個評論區度。將你哋所有人想聽嘅歌名打喺我評論區度，再係如果我得閒嘅話，可以唱畀你聽咯。多謝04嘅關注，歡迎你哋將你哋想聽嘅歌名打喺我評論區度。多謝你哋關注我嘅朋友，多謝用戶320，你哋好。拜拜，知道啦。歡迎龍生，你哋好。Hello 04，你哋好。打工賺咗500萬，你哋好。唱一首粵語歌完全冇問題啦。問題係呢，我哋直播間究竟問點歌㗎？俾心套到一個立即唱首歌畀你聽，因為呢，我粵語歌呢係唱得比較 OK 嘅，就係唔會唱得好差咯，就算好聽嗰種咯。係啊，但係因為我哋直播間太少人去點歌啦，所以應該唱唔成。歡迎成，你哋好，歡迎大家。幻象成，你哋好。TOMO， 你哋好。歡迎冰美式又嚟到我直播間，冰美式都唔講嘢啦，依家。可能因為我而家直播冇咩人睇吧。Hello，多謝你哋嘅點讚，仲有支持我嘅朋友，多謝你哋全部關注我，歡迎楊俊。楊俊弊啦，真係，我覺得已經冇人支持我啦。一前進你哋好，遇見你哋好，多謝 Good luck， 你都係啊。我喺身材你好，講嘢就喺星期8都唔出聲嘅 M 啊 TOMO 唔出聲，龍生又唔講嘢，羅小肥又唔講嘢，林源都唔講嘢。Hello， 歡迎大家 D 你好，歡迎 D 哥哥，多謝 D 哥哥嘅關注，歡迎管仔，仲有小全哥你哋好。OK， 冇問題。你送個墨記畀我就立即教你啦。星期8，因為你都唔出聲嘅，我直播間個個都係，你哋咪怕醜嚟㗎？你哋啲男生 M 又係肯定係怕醜嘅男仔嚟嘅，都唔使講啦。你哋個個人都咁怕醜嘅。Hello， 叫我唱首歌嚟聽下，完全冇問題啦。你哋唔怕醜就得啦，我就可以唱畀你聽嘅。你哋成日都怕醜，我點唱歌喎？你哋先冇怕醜先講啦。OK， 因為希望你哋今日可以支持下我，唔係嘅話，我聽日都唔敢直播啦。依家Hello EIEO， 你哋好，歡迎大家。DVIN 你哋好，最好隻緣分你哋好。DR
仲有你哋唱完先講啦，你哋先支持我先唱啦。等到我唱完之後，你哋全部走晒點算？其實嘅話係比較驚吧。歡迎阿德兄，你哋好。因為我唱完歌之後，你哋都會走咯，我肯定驚㗎。仲有多謝星期八嘅關注。多謝星期八嘅關注。等我整下我嘅攝像，整下我手機先。歡迎100分，你哋好，歡迎大家。Hi。OK。而家感覺好咗少少，好似唔得誒。呢個鏡頭3個亂開始係 OK，但我唔識唱呢首歌 ，sorry。多謝你哋關注我嘅，可以續嘅粉絲燈牌。關注我嘅可以續嘅粉絲燈牌 ，OK， 即刻馬上。但係可以續嘅粉絲燈牌，多謝，歡迎你哋。多謝星期八，拜拜。因為太少人啦，而且我俾心頭圖又冇收到，我真係唱唔到啊！而家，歡迎用戶5829，你哋好，歡迎大家，歡迎 JS， 你哋好，用戶5827，你哋好，歡迎大家。因為太慘啦，另外人支持我，全部人都離開晒我啦，可能而家，多謝知上柳感姐，你哋好，多謝你可以關注下我，多謝天天食蝦條去點讚我，歡迎喜樂，你哋好，係咯，你哋好多人都會取消關注我咯，覺得，所以大家立即關注我 ，OK， 馬上。多謝你嘅點讚。Hello， 小鐵鋼你好啊，好耐冇見你哋。大家好多人都取消咗我嘅關注，大家都唔得閒睇抖音吧？可能。歡迎666，你哋好。多謝無心嘅點讚。Hello， 歡迎你哋。冇所謂啊，你哋都可以關注我嘅。多謝米蘭小鐵鋼，因為你之前都睇過我直播吧，而家都冇睇我咯。小鐵鋼係咪啊？哇！多謝你送畀我嘅1個小心心。OK， 7個、8個。OK， 8個小心冇問題。OK， 多謝星期八。多謝你送嘅8個。繼續，有冇人可以超過小鐵鋼？星期八送咗6個，有冇人送7個啊？第一次我 OK，Hello， 係因為我一直都冇收到嗰隻熱氣球，所以我先唔錄播。係啊，你都冇刷到我，所以非常之慘。你知道冇人支持我嘅感覺係幾慘啊！然之後每一個人都送小心心畀我，你知道有幾慘啊 ？Hello， 咖啡貓，你哋好。多謝你哋點讚，多謝米蘭小鐵鋼嘅關注，多謝你嘅關注。多謝你嘅粉絲燈牌，非常之耐冇見啦，終於點開嘅粉絲燈牌，你都係2級嘅。係啊，尤其你哋好少睇我，所以又好少刷到我直播，所以你哋都好少人都唔記得我。歡迎007U，你哋好，多謝你哋嘅支持。
大家可以送嘅特效俾我。係啊，非常之冇理由，但係咧正常吧？可能大家睇完我之後又唔記得我咯。多謝你嘅關注，仲有禮物。希望今日可以收到嘅熱氣球或者俾心套都 OK 嘅。因為最近可能比較忙，所以好少去直播。ALEN 好耐冇見。Hello，希望冇再收到小心心喎，因為最近收得超級無敵多小心心。點解又係小心心嘅？多謝，希望嗰隻之上流可以支持我。KOB 你哋好，其實我想打 PK 嘅，但係我唔記得點樣打啦。係咪輸咗就要做懲罰定係點啊？有冇啲簡單嘅懲罰啊？你哋可以話俾下我知咯。喺評論區度話俾我知，就係如果 PK 最簡單嘅懲罰有乜嘢？多謝送嘅品品桶，全部都係一個一個嘅。你有其他小禮物送俾我都 OK 咯。多謝關注，歡迎咁就算，歡迎你哋。唔知係今日嘅燈光奇怪定係乜嘢？總之就唔係幾清晰吧，睇到我嘅手機。歡迎大家，雨紅家你哋好，歡迎你哋。Hi， 哇！多謝送畀我嘅啤酒，多謝你哋，歡迎大家。咁我就唔想啦，你哋換咗超級簡單嘅畀我啦，我唔鍾意啲開合跳啊啲咁嘅嘢。你話唱歌呢啲我都話勉強可以接受嘅，呢啲唔係好想咯。多謝你哋。多謝你哋嘅支持。冇事㗎，我比較理解你哋咯。米蘭，多謝你送畀我嘅小禮物，但係你可唔可以冇離開我直播間啊？歡迎大家，多謝你哋嘅關注仲有點讚。Hello， 歡迎嗰隻朋友，你哋好。歡迎追風用戶8244，你哋好。多謝關注，多謝關注，關注我嘅全部記得支持下我，多謝。林水松，你哋好。OK， 可以唱歌，仲有乜嘢啊？真心話大冒險係咩啊？半糖去冰，你哋好。仲係真心話大冒險吧，應該。多謝你哋嘅關注仲有點讚。哇！多謝你哋嘅關注。你哋關注我，千祈唔好取關我，多謝。歡迎就咁樣。多謝人生嘅關注，歡迎你哋。OK，我準備落播咯，再咁樣嘅話。我準備落播啦，因為太少人咯，大家都唔出聲。我準備直播到我都要瞓着覺啦，有少少。就係我依家直播有啲都要想瞓着覺添啦，大家都唔講嘢。